爭取普選，52000人上街。30幾度高溫，汗流浹背，但無改佢哋對民主嘅熱誠。大會主題係7·1向前走，香港前途在我手。咁帶頭嘅係班爭取勞工權益嘅團體，咁誓要爭取最低時薪33蚊。唔單止要為飯碗，仲有明確目標㗎。其實係第一次嚟遊行嘅，就諗住爭取取消功能組別同埋要真嘅普選。第一次，從來未試過，係啊，好亂啊！政府都唔知想做乜。政府強加民意咯，之前講過話反對嘅係少數咯。如果我哋唔出嚟嘅話，政府當我哋冇到咯。雖然泛民冇以往咁團結，但目標始終如一。咦？幾個靚女嚟踢波啊？唔係，係嚟撐打工仔權益至真。今次出嚟嗰啲人咧，就係表示佢係積極啦，唔氣餒啦。佢覺得呢一個目標咧，係依然係要靠我哋香港人去爭取咯。不論係大人、細路、老人家或者有殘疾嘅，都用唔同嘅腳步話俾政府知爭取普選嘅決心。唔同嘅團體亦都走出嚟發聲。大會估計一共有52000人參加，較舊年少2萬幾人。咁警方就話遊行最高峰嗰陣有約2萬人。遊行喺晚上7點半結束，部分80後到咗政府總部之後唔肯離開，要求同曾蔭權對話。